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个事情来找你的。我们可能找到了水哥的下落。你们找到我爸爸了？不能100%确定，但是证据显示，他还活着。2年前，水哥失踪的时候，我们只忙着注意他入境新加坡之后，就再没有记录的事。但是我最近在比对一下当年的资料，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身份。在随哥入境新加坡之后1个小时，转飞旧金山。许玉。我去查看了海关的脸部鉴识记录，你看，是爸爸。这班从新加坡开往旧金山的航班是隔日抵达的。这是许玉在旧金山的入境记录。大概1个月前，许玉入境我国的记录。韩光回国了。爸爸回来了，为什么不找我们？蓝叔叔，我爸爸说 ，AI 管理局和 RE 的人已经放弃找随爸爸了。为什么你们又重新开始找？你爸爸是谁？明星科技董事长。长安的父亲是夏旭。这么巧，你们的父母当年彼此不和，你们3个却成为了好朋友。你们都长大了，有些事情还是可以告诉你们的。在蓝眼 AI 这件事情之后，我们发现国外一些军事单位变得异常的紧张，我们也特别注意。后来我们取到了一条从国内发到国外的通信记录，后来就发现了许玉这个身份，跟国外一些军事单位进行秘密活动，我们立马就查许玉是谁，就得到了现在结果。不可能，我爸爸不是会伤害国家的人。我也不希望是这样，但是事实就是这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蓝叔叔说是事实就是事实？为什么不是一个跟爸爸长得很像的人被你误认了呢？玉玉，不可以跟蓝叔叔这么讲话，不礼貌。小兰，我知道韩光，他追求科学可以不顾一切，可是你说他触碰基本的道德底线，他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。你跟玉玉不是一眼就看出这个就是水哥吗？你们老实告诉我，这2年，水哥有没有联络过你们？当然没有啊！这2年，我们连韩光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如果不是你过来，我们真的放弃等待他回来了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玉玉，今天中午你在哪里？请不要把小孩子牵扯到这件事情里。你爸爸有没有找过你？蓝叔叔，今天中午我、浩轩、随玉都在学校顶楼，也是中午我们才知道随玉爸爸的事情。我们交情这么好，如果随玉爸爸跟他联系了，肯定会告诉我们的。从中午开始，我们一直在一起。中途他也没有见任何人，连电话还有短信都没有接。如果您还是不信的话，可以去学校找同学，他们可以作证。你为什么要这么问？我收到消息，今天中午人发现水哥出现在玉贤中学附近，我们觉得他是去找玉玉。没事没事，你们都很关心玉玉呗？当然，为了玉玉好，要给他的爸爸尽快澄清一切的误会。
所以，如果玉玉的爸爸来找他，你们会告诉我吗？不愿意。为什么？如果随玉觉得应该告诉你的话，他自然会告诉你。但是他觉得你不应该知道的话，那我们也不会告诉你。我们是不会背叛朋友的，也不会背叛他爸爸。玉玉，有你们2个好朋友，真好。你们觉得我爸爸是会伤害国家的人吗？肯定不会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这么相信你爸爸，我想他一定是个很优秀的人。他会失踪，一定有他的苦衷的。我们都跟你一样，相信你爸爸。今天，对不起。应该谢谢你才对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都不知道玉玉已经长大了。她有这么多好的朋友。这2年，韩光不在家，我都不知道我一个人能不能带好玉玉。这些年来，辛苦你了。我会尽快找到水哥的。哎，今天中午丁伟跟我说，立群中午出去找他妈妈的时候，被人堵在墙角了，吓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后来有路人看见了，那人就跑了，没有抓到。是绑架犯吗？不知道，警察没抓到，但是立群吓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只说了那人是蓝眼睛。难道是那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 AI？ 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张立群看到我们会这么害怕，也能解释为什么特派员要扫描你的手。因为 AI 的身份辨识证在右手掌心里面，所以他可能是把你认成是那个 AI 了。但是那个 AI 真的和我长得有那么像吗？真的一模一样啊！哎，要不咱们找点有趣的事儿？你看，既然老师都不在，哎，咱们就别做数学了。好啊，哎，你不是说有什么密码吗？凯撒密码、希尔密码、猪圈式密码，还有维吉尼亚密码。你能不能说点正常人能听懂的？我最喜欢的密码是猪圈式密码，你们看。所谓的猪圈式密码，就是一种图像式的简单替代式密码。1700年代的时候，共机会用来保护信息、传递信息使用的。你看这些图例，就是一些英文的26个字母组成的，每一个字母都会对应加密，放到格子里的结果。我们来拼一个字母单词看看。S T U D E N T Student 学生啊，哇，太帅了！但是这也不难嘛。这种密码是诱饵的程度，一般人都学得会。啊，谢谢你告诉我。虽然 RIC 的密码又有深度又有挑战性，但是我一直喜欢这种真正的密码。对，我觉得密码师啊就该开这种活动。那以后你就多教教我们密码吧。怎么了？第一次有人要我给他们做事情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嗨，以后咱们还要一起做好多事情呢。你像个
哇，这个是。耶！我一直不懂，这么冰的东西，真的好吃吗？哎，陈浩轩，你不懂的这件事可是人生大事啊！你先吃大口一点，先别急着吞下去，好好体验一下它的味道。还挺好吃的，好像脑袋被冰出很多想法一样。陈浩轩，没想到你不苟言笑的，你还懂得做戏剧效果啊你！你要是平时都这么有意思就好了。我平常很没意思吗？哎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3个就是好哥们儿啊！来，自拍一个。这个凯撒密码据说是凯撒第一个使用的，它也是最古老的一种替换式加密法。凯撒密码的加密方法有很多种，最基本的就是位移。好比说，根据密码后端的位移格数，将密码逐字往右位移4个字母，或者逐渐往左位移11个字母，这都是可以的。主要就是要看写密码的人怎么安排。看这个，GHLZHY 就是密文。7的意思就是加7或是减7，如果是加的话，就要顺时针转；如果是减的话，就要逆时针转。所以我们最终得出来的答案就是 Caesar 凯撒。但是怎么知道它是加7还是减7呢？不是加就是减，因为各有50%的可能性。我们都试一试就好了。这个还蛮简单的，不过呢，比直接分解大数有意思多了。哎呦喂，广大群众的心声终于得到解决了。你想想，你俩平时说的活动多嗨呀，我呢，哎呀，我多寂寞呀。下次我可以教你维吉尼亚密码呀。维吉尼亚密码也是在凯撒密码的基础上设计而成的。哎呦，咱们大冰块融化了，要不要放学的时候找个大卖场，找个冰箱，给你重新冰起来？哦，对了，今天我看见一串密码，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也许这个可以来解密。快试啊，快试啊！这个应该是凯撒密码没有错。试试。WOB， 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，暑期最受期待电视剧《幻城》7月24日乐视视频全网首播。
Action. Action.